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的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3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136天。这个12月18号乌军的总司令希尔斯基在评论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库尔斯克的这个战斗表示，乌克兰别无选择。世界报引用了他的话，希尔斯基表示出于多种原因，对俄罗斯地区的袭击是必要的。他解释说我必须同时破坏对哈尔科夫的攻势，减轻各条战线的压力，并防止在苏梅开辟新战线。这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补充说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削弱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进攻潜力。此外，据希尔斯基介绍，除了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沃之外，乌克兰军队前线压力强度是可以减轻的。同时俄军的这个总司令就是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格拉西莫夫说，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推进已经停止。他指出，乌克兰无法通过入侵俄罗斯地区来实现其目标。关于这个乌军进入库尔斯克，我觉得这一手简直是绝了，非常漂亮。我记得当时加托老师说乌军一脚油门就进去了，这个乌克兰是临死之前捞一把稻草乌克兰现在正在被这个俄军包饺子，俄军是诱敌深入你可见这些人头部黄额智商这个叫立场先行。第一个一直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领土作战，也就是乌克兰是挨揍，俄军是打这个乌军，这么理解。因为在乌克兰的那么乌军反过来打到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这个怎么说才叫反击叫你打我，我也打你，这才叫对等，否则永远是招架。俄罗斯轰炸乌克兰，乌克兰就轰炸俄罗斯，就这么简单。现在可以说乌军进入库尔斯克4个半月，对迪保老人来说，对俄罗斯人来说，简直脸都丢尽了。这个政治上的甚至远远大于军事上的，因为迪保老人统治俄罗斯这20几年，他一直在树立一个人设，就是他是一个强力的，对吧？坚强有力，是个硬汉，他可以保护俄罗斯，他想揍谁就揍谁。结果80多年来俄罗斯享受了80年的和平，居然本土遭到攻击。这个莫斯科遭到攻击恐怕是100多年都不止，哪怕是二战中好像莫斯科也没遭到炮击吧。你说说，让迪保老人脸往哪儿搁，面子。第三一个就是为未来的有可能存在的这个谈判，也就是特朗普上台以后谈判，这个乌克兰相当于手上握了一个重要的筹码。如果实际空阵线停火，那你说迪保老人怎么向俄罗斯人交代？你是去乌克兰打仗，搞特别军事行动，去纳粹化，把泽连斯基抓起来，结果怎么把自己的领土搞掉一块？那迪保老人肯定要把这个库尔斯克换回来，那这个领土可不是1比1的换了。在库尔斯克方向，乌军用集束炸弹攻击朝鲜兵和俄罗斯士兵，收获颇丰。法新社引述一名美高级军官的消息表示，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已有数百人伤亡。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是为了朝鲜的武器和士兵，普京已向司令官支付了高达60亿美元，其中向库尔斯克派遣的11000名朝鲜士兵获得了大约3.15亿美元。这个普京还真是个冤大头花这么高价请来的打手不管用说俄罗斯第一次公开朝鲜特种兵伤亡数字。根据中华网12月18日报道，乌国防部情报总局14日晚发布消息称，俄开始在库尔斯克州进攻中动用朝鲜士兵，并将其纳入俄军联合部队的一部分。由于乌军的打击，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州的行动中已出现了巨大损失。截至14日说，由俄军和朝鲜士兵组成的部队损失有200人。消息还称目前在俄约有1.1万名朝鲜士兵。根据俄罗斯公开消息称，在库尔斯克急诊医院，朝鲜士兵占据单独一层，并安排单独的伙食。那可不吗？那朝鲜士兵能吃人家也吃肉，那跟俄军士兵没法在一起吃，你这单独安排伙食吃的量还大，主要是饿说这个根据截获的俄罗斯人的通话证实，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损失惨重，说短短几天内超过200名朝鲜伤员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俄罗斯医院，也就是说莫斯科的医院也住了这个朝鲜的伤兵。你说库尔斯克的医院都安排不下。说此事源于莫斯科地区一家医院的一名护士与她的占领者丈夫之间通
通话被乌军截获，后者正在哈尔科夫地区与乌克兰作战。也就是莫斯科医院的一个护士跟她的老公她老公正在哈萨克斯坦在跟乌军作战呢，结果这个电话就被乌军给接听了。说通话中，这名俄罗斯女子称，俄罗斯医院的病房都给了朝鲜军人，而受伤的俄罗斯军人接受的治疗条件更差。看样子这个朝鲜派的士兵呢，都是老爷兵呢，都是大爷，都好好的招待，把好的医疗资源都向这个朝鲜士兵倾斜。这个乌克兰的军队说乌军已经适应了北韩军队的进攻。他说通过无人机仔细的对他们观察，乌军得出几个结论。他说第一个，北韩兵的装备非常差，使用的机枪还是北韩的，而不是俄罗斯的。天气太冷，也就是这个库尔斯克呢不是下雪吗？天气太冷，导致机枪有时候拉不开枪栓。你说这叫什么事？第二个，说北韩士兵的士气比较高涨，一声呐喊就不要命的往前冲，而且善用过去集团冲锋的战术。然后乌克兰军方总结出一个经验教训，就是面对这种情况就最好用集束炸弹。这个关于什么时候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这个普京现在自己也搞不清了。12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毫无疑问库尔斯克地区将从乌克兰武装部队手中解放出来，但目前还没有具体日期。普京在年度新闻发布会上直接表示了这一点。普京在回答库尔斯克州博尔谢索尔达斯基区居民提问时说，毫无疑问，现在我不能也不想说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将被赶出库尔斯克地区领土的具体日期。小伙子们正在战斗，现在正在进行一场战斗，战斗非常激烈。普京强调，俄罗斯军队一定会消灭乌克兰武装部队，不可能有其他办法。普京还承诺将修复该地区被乌克兰武装部队摧毁的住宅楼和基础设施。就是库尔斯克的居民在这个普京年度记者招待会上向普京提了个问题，说你什么时候能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普京没法回答了，因为再一再二不再三，一而再再而三不太合适，对吧？先下了死命令，10月1号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并且安排了他的保镖9名，对吧？当总指挥督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2州。当时大家总结格拉西莫夫是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波尔特尼科夫是特别被动总指挥，这个9名是特别防御总指挥。结果10月1号乌军是纹丝不动，然后又改到10月15号俄军发起反攻，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乌军仍然是纹丝不动。后来说改成1月20号之前，现在干脆没有时间了，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打脸，这脸是肿的，实在没法说时间了。所以普京只好说我不想说出具体日期。总之我们还在战斗。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乌军空袭了罗斯托夫地区的新沙赫金斯基炼油厂，这是该地区唯一运营的炼油厂，用于满足各俄罗斯联邦的需求，专门生产燃料油、取暖油、船用和柴油以及汽油，设计炼油能力达到750万吨每年。由于袭击设施区域发生火灾，特别是催化劣化装置，这玩意儿说要进口俄罗斯自己没有，这个一旦被摧毁那就麻烦了。目前乌克兰方面发布了一段视频，这个宣传视频这是乌军士兵用手放在嘴边发出一个嘘的这个动作，意思是大家就是安静，大家尽情等待。那这个有很多媒体推测很有可能是库尔斯克最近的战役消耗到大量的俄罗斯的装备和人员，包括朝鲜士兵，让乌军看到了反攻的机会。也就是很有可能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接下来几天时间里面，乌军很有可能在某些地方出其不意发动再一次的大反击。大家看视频就给人感觉好像是乌军在谋划一次更大的袭击。我觉得完全有这个可能，因为俄罗斯现在非常空虚他现在主力部队全部挪到库尔斯克，被乌军给吸引住了。这个是军事常识也就是进攻一方的兵力理论上是防守一方的2到3倍，这最起码甚至4到5倍，对吧？人家是防守是以逸待劳，你这玩意儿坐着卡车装甲车长途奔袭，完了之后还下来跑，腿着跑，穿过地雷，穿过雷区开阔地带，又要防无人机，又要防钢雨、集束炸弹等等，所以进攻是消耗兵力，肯定是防守的2倍
倍、3倍。所以也就是在库尔斯克这个乌军啊，是极大的牵扯了俄军的主力，要不然俄罗斯不会跑到朝鲜花大价钱，对吧？请这些饥饿的士兵过来，首先把他们填饱就不容易，缺人没有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乌军完全有能力啊，再出骑兵，对吧？要么进入布良斯克往北，那往北就是莫斯科啊，这个挺吓人的。从布良斯克到莫斯科好像只有400-500公里，要么是往南打，进入这个俄罗斯的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切断俄军的这个后勤补给啊，也就是以及这个克里米亚俄军的这个补给，不仅啊拿回克里米亚，还可以与这个南部的就是高加索地区啊，就是格鲁吉亚形成呼应，也给这个车臣的卡德罗夫啊制造机会。卡德罗夫现在是在小心翼翼等待机会啊，当然这些都是可能啊，就是乌军完全有可能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再搞事。记住了，俄罗斯的腹地啊实际上是非常空虚的，对吧？他的几十万大军都被拖在乌东，拖在哈尔科夫，拖在这个什么赫尔松、克里米亚，实际上他自己的边境线，他自己的腹地都是一些三流部队啊，都是一些边防军，什么国民禁卫军，而且恐怕都是不是满编，都是那些义务兵啊，就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对吧？这边乌军出其不意抢了几个城市，那边特朗普宣布停火。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说英国国防大臣基利说啊，英国正准备为乌克兰提供价值2.25亿英镑的军事援助计划，其中9200万英镑用于购买加强乌克兰海军力量的装备，包括小型船、侦察无人机、无人水面舰艇、无人驾驶飞行器；6800万英镑用于购买防空设备，包括雷达、地面诱饵设备和针对无人机的电子战系统。另据报道，英国将扩大对乌克兰国防军的军事训练。这个北约秘书长里特12月18日表示，北约已从美国手中接管对乌克兰支持工作，位于德国相关指挥部现已启动并运行。多名西方外交官表示，由于美国是北约的主导力量，对乌支持的武器中大部分也来自美国，所以拜登在他下台之前呢，把这个协调的工作交给北约。特朗普一旦上台啊，那很有可能不管了。当地时间12月19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冯德莱恩表示啊，欧盟2025年将为乌克兰提供超过300亿欧元的援助。12月19日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了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联盟的条件。这个布林肯说啊，乌克兰将会而且应该加入北约。布林肯说啊，目前乌克兰需要加入北大西洋联盟的道路上继续采取实际步骤。什么步骤呢？就是改革军事机构和加强民主。布林肯承认乌克兰加入北约将是与俄罗斯和谈中非常困难的问题。这布林肯还说啊，拜登政府大力援助乌克兰是为了让当选总统特朗普拿到解决俄乌冲突的好牌，说如果俄乌将来进行谈判，可以得到一个让乌克兰、美国和欧洲都满意的结果。也就是拜登在给特朗普做铺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啊，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马克龙提出的派兵方案进行了新一轮讨论，目的是帮助实现稳定的和平。就是当被问到如果泽连斯基请求英国派兵进入乌克兰，英国外交部长拉米对天空新闻表示啊，说他并没有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意谈判的迹象，现在讨论重点是如何为乌克兰应对未来的挑战提供支持，这也是我们为何在这个严峻时刻会面，确保乌克兰能够顺利的度过冬天，进入2025年。他说啊，如果有很多猜测，但事实是普京不是那种在这种局势下可以谈判的人。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在与唐纳德·特朗普的通话中重申，国际盟友必须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斯塔默称，面对俄罗斯的侵略，盟友需要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并确保乌克兰处于最强大的地位。同时啊，英国的国防部长称，考虑向乌克兰境内派遣军队以训练乌克兰军队，也就是他派这个英国的士兵到乌克兰境内训练乌军。路透社报道称啊，说欧盟考虑向乌克兰派遣10万名维和人员。基辅的欧洲盟友已经开始认真讨论，在停火或停战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如果早些时候有传闻称将派遣4万名士兵，那么现在则有传闻称打算向俄罗斯边境派遣10万名北约军人。路透社报道称啊，该部队的核心可能由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波兰等5到8个国家的联盟组成。这个特朗普的俄乌问题的特使叫洛格表示啊，
他说乌克兰冲突可能最早于今年结束，他认为特朗普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个显然过于自信了啊！还有10天时间，他让俄乌停火，目前这个现状啊，他是不可能停火的，除非一方出现什么变故。你可以说双方进入谈判，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开始接触进行谈判，这个很有可能。但是你说停火，这个凯洛格说啊，将月初访问基辅，你说作为特使，你1月份才来访问基辅，你怎么可能说2024年就停火？你是让乌克兰先停火，然后他再访问乌克兰是吗？这个泽连斯基在回答有关凯洛格关于解决冲突谈判声明时表示，访问计划在1月初，我们期待凯洛格先生的到来，到时候我们会谈谈他提到的那些问题。彭博社报道称啊，说凯洛格计划1月访问基辅，同时前往伦敦、巴黎和罗马欧洲国家首都。消息人士透露啊，说他可能前往莫斯科，但此行并非为实现具体的政治目标，而是为了搜集信息。这个凯洛格啊，实际上跟那个大国的特使会一样，对吧？第一圈就是走一圈，看看各方的态度。那么俄罗斯人在和谈什么态度呢？这个普京现在啊，完全已经慌了。什么叫慌了呢？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当地时间12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年度记者会，在回答是否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妥协这一问题时，普京回答说啊，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普京表示，曾经俄乌双方几乎在一次谈判达成了共识，双方草签了协议，但是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破坏了这一切。约翰逊啊，专门跑到乌克兰跟泽连斯基说啊，你与俄罗斯人谈判，那就像是跟鳄鱼谈判了，鳄鱼是你的一条腿跟你谈判，是咬下你一条腿呢，还是把你整个人给吃下去？所以坚定了乌克兰的反抗的信心。这个普京说啊，俄罗斯愿意谈判，也愿意妥协。这个地包老人怎么一下又不是硬汉了，也不把他的核按钮拿出来盘一盘，整个的就是精神不正常。就俄罗斯啊，这个5夫1娃1精，你要仔细看看，他们或许都应该去精神病医院查一查，还真是这样啊，就是前苏联的那领导人好像都有精神病。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普京明确提及说，俄罗斯已经不再依赖任何国家，俄军的战备水平是世界最高，俄军工业企业可以保证俄军在和未来的需要。俄罗斯几乎如整个北约在作战，但是北约155毫米炮弹的平均价格已经从2000美元飞涨到8000美元，北约国家占 GDP 2% 的军费明显无法继续支撑。你说他是不是脑子不太正常？你俄罗斯的军费已经占 GDP 的10%了，快，人家北约 GDP 2% 做军费，他说北约扛不住了，这整个的是一个精神不正常。155毫米炮弹2000美元涨到了8000美元，又能怎么样？是人家在制裁俄罗斯，不是你俄罗斯反过来制裁欧盟和美国。为什么普京现在放下身段说愿意妥协？因为啊，他确实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所以他急于啊要谈判，哪怕是做出让步。当然了，这也有可能是普京的一个策略，先谈判，这样缓解他的压力。谈判的过程中，他再胡搅蛮缠。这个还是在这个记者会上啊，普京说他随时准备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进行对话或举行会晤，但是相信两个人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你看看普京的身段现在非常柔软，普京还说了，现在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依靠。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就外界传言的什么大国跟俄罗斯联手干这个干那个，那都是胡说八道。这个特朗普啊，成功的在俄罗斯和大国之间进行分化瓦解。特朗普说了，美国跟大国联手，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上一次就说了，这个第一个听了这话刺耳的就是普京，第一个不服的就是，对吧？那你把普京往哪儿摆？你把俄罗斯往哪儿摆？所以你看，普京马上放下身段，说一愿意妥协，第二想跟特朗普见面会晤。说明特朗普啊这一招很高啊。如果这个还不能说明问题啊，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个报道，那才叫有意思啊。这个南华早报报道啊，他说12月19日报道，根据其看到的一份联合声明草案，他说在本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伊巴尔干峰会上，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将避免就援俄问题直接指责大国。报道称，欧盟领导人将在声明中强烈谴责伊朗和朝鲜，认为他们分别通过提供武器和军队支持俄罗斯，包括捷克共和国、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内的一些成员国仍坚持在谴责的国家名单中提及大国，而德国、斯洛伐克和西班牙等国则敦促要谨慎行事。一位消息人士称啊，他们不想把大国与朝鲜和伊朗混为一谈。另外一位高级官员补充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欧盟传达了明确的要求，就是请求
吧？他希望将大国与伊朗和朝鲜的所扮演角色区分开来。你说这有意思吧？这是泽连斯基要求啊，你不要把大国跟朝鲜、跟伊朗混为一谈。不过事实也是这样，大国不管怎么说，他没有给俄罗斯武器啊，他只是跟俄罗斯做生意啊，然后在外交上面恐怕支持这个俄罗斯，就是口惠而实不至，实际上作用跟印度差不多啊。那泽连斯基为什么这么要求，对吧？人家欧盟本来要把大国谴责一下，泽连斯基建议不要谴，你把大国和朝鲜和伊朗要区分，你不能不说啊，有可能大国和乌克兰还是有联系的，或者有某种承诺在里，泽连斯基不能撕破脸。那这也说明泽连斯基很成熟啊，对吧？如果你这个时候把大国跟俄罗斯绑一块，那你不是脑子有包吗？对吧？连特朗普都进行肢解离间，对吧？只能说明泽连斯基啊是越来越成熟。大家想一想啊，这从反过来面就说明了为什么普京啊现在身段柔软了，赶紧抱特朗普大腿。他说了，俄罗斯只能靠自己。路透社12月18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说啊，在特朗普下月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俄罗斯绝对可以与他的政府合作。你说说这个梦啊又碎了一地啊！这黄俄不就是他支持俄爹一个理由，就是俄爹要跟美国对着干嘛？俄爹高举反美大旗，对吧？让俄爹冲在前面，咱们跟美国对抗。这下俄爹他不干了，俄爹说了啊，绝对可以与特朗普的政府合作。你看普京还要抱特朗普的大腿，你这不是让头部黄俄又大跌眼镜了吗？让头部黄俄失望，让这个维维老师，让这个加特老师，让这个胡锡进老师情何以堪呢？俄爹他不反美了，你说怎么办？那他不反美了，还能认他做爹吗？加特老师也得改姓了。你说这个俄罗斯骨气呢？这个杜金一天到晚的是要多极世界，要跟美国对着干。普京也说多极世界跟美国对着干，这回立马跪下了。俄罗斯绝对可以与特朗普的政府合作，对吧？普京还要急着去跟特朗普会晤，人特朗普1月20号什么总统就职仪式都没邀请普京啊，人特朗普会玩啊，对吧？他打破惯例啊，150年来一个惯例，他邀请了大国的领导人去参加这个就职典礼，什么意思？他就是在分化瓦解俄罗斯和大国关系，大国还没表态呢，这普京就跪下了，你还指望他去反美，是吧？大国好像是婉拒了，还是还没表态啊？去参加，你看普京自己就递出橄榄枝，愿意跟特朗普会面，就普京就说别拦着我，让我先跪，就这意思啊，对吧？先接受我一拜。一个那么牛的人啊，一个硬汉，花了几十年时间把自己打造成硬汉的这个，虽然3年的战争就打出了原形。这个普京啊，还是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说啊，他说俄罗斯能依靠的人少，但可以自信的依靠自己的2只脚，自己做决定，无需看任何人。那这意思也就不看大国了呗，无需看任何人。这个无战线，对吧？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这回终于搞明白什么意思了。所以普京搞明白之后也晚了，对吧？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是惨重的。这个普京还建议啊，他说和西方来一场技术对决，让基辅找一个地方，把所有美西方的防空系统堆在那里，然后对其发射帧数，看谁能赢。这个普京还真挺幽默的，就好比说啊，你们5个人在那站好了，看你们能挡得住我这一脚。普京说啊，俄乌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俄罗斯有保障的长期和平。停战将使基辅有机会休息，并让敌人重新集结兵力。这个普京的颠三倒四的能力啊，这是炉火纯青啊！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意思。这意思好像俄罗斯遭到侵略了，所以他在打击这个乌克兰。2022年2月24号之前，俄罗斯难道遭到侵略了吗？难道俄罗斯不和平是吗？自己挑起了这个侵略战争，完了之后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然后普京说啊，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会达到 3.9% 至 4%，2023至2024年2年间的经济增长约 8%， 说俄罗斯经济规模今年会超过日本。此外，俄罗斯失业率创历史新低，为 2.3%。俄罗斯哪只是失业率低啊，俄罗斯简直是用工荒，他缺人。说俄罗斯的工资实际增长 9%， 但通货膨胀率同步达到 9.2% 至 9.3%，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普京自己承认啊，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让他担忧。这个很多黄俄啊还在那儿狡辩，这是普京自己说的通胀。有黄俄在我的下面留言说他在莫斯科没感受到，那普京说了，通胀令人担忧。2025俄罗斯的通胀将要飞起，将要加速，这个无需怀疑。这就是为什么普京现在急于妥协，想跟特朗普谈判，他目的是先停下来，对吧？他口头说他愿意妥协，先停下来，他才能喘口气啊。他说乌克兰喘气，实际上是俄罗斯要喘口气，因为再这么下去他坚持不了多少天了。现在是乌克兰不愿意谈判，就这么简单，是俄罗斯扛不住了，不是乌克兰扛不住，俄罗斯是内外交困。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